嗨，大家好，我是躺平树。今天是2025年10月7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一聊农村问题聊一聊这个农民的现状。今天我在网上看到2篇文章一篇标题叫被剪刀差剪掉的医生，1.8亿农村老人为何只能靠100元养老金度日。这个作者叫秉新舍。另外一篇文章呢，标题叫中国发展仍然处在农村支援城市的阶段。他这个作者叫兰州城市学院特聘教授宋圭武。这2篇文章正好似乎说的是一个事情，而且相互呼应，至少从标题看最近咱们也谈过很多关于农村的问题农村问题的由来，以及农村问题应该怎么解决，或者至少是以什么样一个态度来看待。一说到这个剪刀差，很多人都应该有印象。在过去这个30年里面，30年之前呢，要说到剪刀差这个似乎是天经地义的。说通俗点剪刀差就是农民、农村、农业来哺育工业、工人、城市。我们说通俗点说的直白一点，这就叫剪刀差。如果你还不理解的话，再说个更简单一点的，就是你是农民，你们家养了一头猪，这头猪被城里送到城里去了，收走了，你给他是1块钱一斤，他把加工完之后卖给你是18块钱一斤，这就叫剪刀差。这个文章说数字背后是2代人的牺牲与一个时代的债务。他说，当我们穿梭于流光溢彩的城市 CBD， 仰望耸入云端的摩天大楼，很少有人会想起这些现代文明的基石是用怎样的代价垒砌而成。每一层钢筋水泥背后都藏着一双双布满老茧的手，每一份 GDP 增长的数据中都浸透着那个被称作农民的群体汗水与泪水。他们喂养了这个国家，却在自己的晚年陷入最深的沉默。这不是一段尘封的历史，而是一笔尚未结清的账目。当城市退休老人漫步公园，安享晚年时，1.8亿农村老人正靠着每月100元的养老金，在人生最后一段路上艰难跋涉。这个文章写的它的数字不一定很严谨，但是大家知道这个意思就行了。这1.8亿农村老人呢，也不全是每个月都是140，也有发达地区的，你比如说北京周边、上海周边，还有这个广东、浙江，对吧？一些农民他一个月300、500，甚至还有800的、1000的，甚至有的地方农民靠分红，年入20万也不是没有的。这个文章他认为剪刀差。他说，工业化的原罪与农民的无声牺牲。1953年统购统销政策的实施，开启了中国农民长达30多年的隐形纳税生涯。这并非普通买卖，而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制度性剥夺。国家统计局数据冷酷而冰冷他举例子1978年稻谷、小麦、玉米3种主粮在平均收购价仅为11元每50公斤，就是100斤，100斤11块钱，而生产成本却高达13块钱每100斤。这意味着农民每上交50公斤粮食就要净亏损2块5。在市场经济中，亏本买卖无人问津，但在计划经济下，这成了农民必须履行的义务。1965年，国际市场上大米价格约为 0.5 元每斤，而中国的统购价只有 0.17 元每斤，仅为国际价格的1/3。小麦的情况更为极端国内收购价是8分钱一斤，不足国际价格的1/4。这种价格剪刀差不是自然形成，而是制度刻意设计的结果。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测算，1952年到1978年，通过剪刀差从农业转移的资金累计7494亿元，相当于同期国家工业固定资产投资的 70%。 平均每年从农业部门抽取268亿元资金，这些钱流向了工厂、铁路和城市基础设施，却从农民的口袋中悄然消失。如果
说农民支援这个城市还算是肉烂在锅里，只是分配上的不公而已。那么啊，更令人痛心的是特殊时期的粮食出口。中国粮食年鉴记载，1959年全国粮食产量降至 1.7 亿吨，较1958年下降 15%， 但出口量却达到创纪录的416万吨。1960年国内饥荒最严重时，仍出口272万吨粮食。大家还记得所谓的3年自然灾害吧？说的就是这个啊，每出口1吨粮食，背后可能就是农村的饿肚子。粮食部门在1961年7000人大会上的检讨，道出了那个时代的残酷真相。如果剪刀差啊是摆在农民面前的第一刀，砍了第一刀啊，第二刀那就是户籍墙，城乡2元，农民成为制度性的2等公民。1958年户口登记条例颁布，构筑了一道将中国分为2个世界的高墙。墙内是享受全民保障的城市居民，墙外是被束缚在土地上的农民。1978年全国非农业户口仅占总人口的 18%， 却享受了 90% 以上的社会保障资金。城乡2元结构不仅是一种管理制度，更成为一种等级秩序。在就业领域，城市居民由国家统一分配工作，享受固定工资、福利分房和退休保障，农民则被牢牢束缚在土地上，除极少数通过招工、升学、参军渠道跳出农门外，大多数人命运已定。教育资源分配同样失衡。1978年农村中小学经费中，国家拨款仅占 30%， 其余由农民通过3体5统的分摊，而城市教育经费 90% 以上由财政承担。城乡生人均经费差距达5到8倍，这意味着农村孩子从起点就已经被远远抛在后面。这个对农村过去的介绍啊，实际上是让很多，尤其是90后，对这个过去的情况是一个这个叫补课吧。实际上很多90后那对农村过去啊不太了解。我看有很多网友不知道是年轻的原因呢，还是说是这个脑子不太正常，从他有的这个留言评论可以看出来，或者是他的这个理解能力也是有欠缺啊。我在有一期视频里面讲到这个农村对吧，讲到身份证的由来，讲到这个粮票什么时候取消的，我的印象中好像是97年，但是我记得不太清楚啊。应该在90年代初，92年、93年什么的。因为我们家虽然是农村，但是我们那个农村呢，也是有我们那个时候叫粮折，一个小册子上面，你们家几口人，成年人是一个月是30斤还是多少斤？这个小孩是一半，那叫粮折。凭着粮折到粮店去买米，因为我陪我父亲去买过，所以我印象非常深刻。那上面有粮折，每买一次上面给你重新记一下。你还可以买多少斤粮食？所以有些人呢，你没有经历过，就不要在那瞎评论，显得自己这个智商脑子都不太正常。我是亲身经历的，我只是把时间记得不太清楚。粮食真正的全面放开，就是农村地区你就随便买，恐怕到这个我上大学之后。但很多人呢，他对农村问题他不了解，所以你不知道农村问题你不了解这个根源，你就没有办法解决，对吧？你也不理解现在的问题，就现在到底遇到什么问题了。所以我们要多花点时间去聊一聊这个它的渊源在哪里。那现在怎么样正视这个问题，对吧？消除这种不平等，或者叫补偿，这样你把关系捋顺了，对吧？起码的一些公平有了，这个社会才能勉强艰难的这往前叫行进，或者叫发展。所以你看农村地区从教育这一块跟城市那是完全不平等的。从教育经费上，城市就是农村的8倍，每个学生那医疗保障呢？农村没有医疗保障，也可以这么理解农村我知道这个每个村有一个叫卫生院，实际上也不叫卫生院，它里面顶多是2个医生，一般的就一个村医。城市有公费医疗、职工医保。1978年，城市每1000人拥有医生 1.5 人，病床 3.5张；农村仅有赤脚医生加合作医疗，每1000人医生是 0.1 人，就1万个人里面有1个人，病床 0.3 张。80%的农民看病需自费。这个我还有很深的印象就是农村的医生就是村医实际上一个村就一个，什么病床就是
那个农村一般在那个村支部啊，就是大队，大队里面反正有个房间，就一个医生，然后那里面摆着有时候1张床，有的时候摆2张床，而且不是正经的那种病床啊，有的是那个农村的那种叫凉床，有的还是躺椅。总之，你输液的时候你就躺在那儿，那个都是自费的。你看病，当然那时候看病也不贵啊，而且他也只能看看这个头痛脑热的啊，给你打一针，给你这个输个液啊，这大概就是干这样的事。那现在你看看啊，养老保障的鸿沟啊，至今仍横亘在2代人之间。城市职工实行单位养老，1978年退休人员月均养老金50到80元，农民则依赖养儿防老，集体补助仅覆盖5保户，约占农村老人的1.2%。普通农民老年生活完全无保障。这道户籍墙不仅锁住了农民的身体，更锁住了他们改变命运的机会。第3个是养老金的残酷对比，27倍差距背后的制度不公、历史的债务，最终转化为当下养老金账户上的巨大鸿沟。中国养老保险制度的阶段性建立，导致了对历史贡献的认可出现严重失衡。说到这个户籍制度啊，我还再吐槽一下，我认为这个制度最邪恶的地方在什么地方？就是上个世纪80年代末啊，这个实际上户籍制度有点松动了。然后但是一个名词叫农转非，农转非什么意思啊？就是农民转成非农民身份，就是户籍制度这个2元制啊，你不是农民了，你不就变成工人了吗？但是他又不叫工人，把农业户口变成非农户口。那个时候啊，有很多家里有条件，就是有资源、有人脉的、有门路的，都找人托人把自己的这个农村户口变成城里户口。这个好像有，但是啊，跟着各个地方的这个价格不一样，有的地方要花1万多，那个时候1万多是非常贵的。那个时候1万多是有的家庭啊，恐怕2-3年的收入都不一定能达得到的，就在当时啊，3-4年收入啊。就这个你不是有钱就能办的，还得托人，所以就有人啊到处借钱砸锅卖铁，把儿子变成这个城市户口，叫农转非。但是啊，你说那个农转非，实际上他转过去之后也没有享受太多的这个城市里面的这个一些福利保障，所以说这个制度也挺坑爹的啊。还有一个叫招工顶职，招工呢就是有的企业啊突然要扩大。好，他也会放出一些职位，不叫职位，叫岗位啊。比如说，他今年就招50个人，那这50个人如果说被农村地区啊，你招过去了之后，你变成工人，身份也发生变化。还有一种什么呢？叫顶职，就是你的父母啊，在那个城里面，身份是，对吧？他不是农业户口啊，他是叫城镇户口，他提前退休，然后把他的职位啊让出来。然后这样他的孩子是农村的啊，就可以顶职去他们单位上班。那当然不一定是接你这个接这个让出来这个职位啊，但是他这个名额就相当于顶进去了，顶替他爸。那他儿子这个农业户口就变成城市户口。这个在上个世纪80年代90年代初这个现象非常普遍。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在当时啊是除了参加中考、高考，就通过考试啊改变命运的另外一种改变命运的一个赛道方式。这个文章在谈到这个养老制度啊，他说啊，企业职工在1991年养老保险制度建立后，1991年前的工龄被视同缴费。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在2014年养老金并轨后，2014年前的工龄也获得视同缴费认可。唯独农民在2009年新农保建立前，没有任何养老保障得到承认。这种视同缴费制度本质上是对计划经济时期低工资换养老的历史契约的追认，也就是说，城市职工啊，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追认，因为当时工资也低嘛，靠低工资换养老，这个好像也能说得过去。但是啊，你唯独把农民给忘掉了，农民那更是低收入，他也应该是换养老啊。城市职工当年的低工资被视作一种延迟支付，国家通过养老金的形式兑现历史欠账。但农民呢，他们同样付出劳动，同样为国家建设做出贡献。就农民啊，那基本上一天都没得休息。我这里我也得说道啊，我为什么说农民一天都没得休息呢？工人好歹过去的工人好像有一天周末，对吧？周日那天是不用上班的嘛。但是农民是除了春节。有人说了，那农民还有农闲时间，对吧？农忙当然忙了。那农闲时间呢，不就在那开始晒太阳？
闲着了吗？其实不是啊，过去的农民到了农闲时间还要义务修水利，这很多人又不知道了。一到冬天啊，全村人就组织起来，不是给你们村修水利，是给那个城市修大江大河，那叫新修水利，就是趁冬天农闲，而且是自带干粮，自己带着铺盖卷，自己带着干粮到指定地点，然后开始搭那个草棚，就住在里面，有人负责做饭，然后在那儿一干就是1个月。干什么呢？就是挑泥、挖淤泥、挖土啊，就像修那个密云水库是一个道理啊。这个完全啊是义务的，自带干粮去挖。所以说啊，同样的农民付出劳动，同样为国家建设做出贡献，甚至付出了更大的牺牲，却始终被排除在补偿机制之外。2024年数据显示，城乡居民养老金差距高达27倍，农村居民月均养老金仅248元，而城镇职工月均养老金6654元。更令人痛心的是，农村老人的养老金甚至低于农村低保标准。农村的低保标准是530块1个月啊。人社部2023年基金年报透露了更多的细节，全国基本养老保险支出5.8万亿元中，1.7亿城乡居民，这个主要指的是农民啊，90%是农民，仅获得3000亿，占5.2%。而2200万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却获得8000亿，占13.8%。这种分配差距根本无法用缴费多少来解释。1950年到1978年，农民累计缴纳公粮1.3万亿斤，折合现价约1.2万亿元，承担义务工300亿个工时，折合劳动力价值2000亿元。这个义务工指的就是那个一到冬天就要新修水利，这些贡献为何从未被纳入任何补偿机制？这文章的最后啊，他说救赎之路，那怎么弥补呢？对吧？这些都是历史原因形成的，也不是说追究什么责任的吧？只是说那事情已经发生了，那怎么解决？你不能说视而不见，也不能再拖。从历史补偿到制度公平，面对这一历史欠账，我们需要的是制度性救赎，而非施舍式的怜悯。财政再分配优化是当务之急。2023年财政对机关事业单位养老补贴达8000亿元，若调出5%，就是400亿元，用于农村养老，可将农民基础养老金从248元提至500元，覆盖1.7亿农村老人。这一调整仅占财政总支出的0.15%，在技术上完全可行。你看看啊，所以我一直主张的吧，先把农民的养老金啊低于300的，马上啊一刀切，无条件的全部提高到300。你这个钱不多，对吧？花不了多少钱。现在虽然说地方政府啊这个财政比较紧张，但是这个钱你是挤一挤还是有的，就像海绵里的水啊。他这个说的是提高到500元，实际上也一年只要多花400亿。那这么大一个国家，400亿，对吧？从哪儿抠一抠都能抠出来，对吧？少修一点那个楼堂会所啊，这钱不就出来了吗？国有资产补偿机制更为关键。国务院2017年启动国有资本划转社保基金，截至2023年累计划转1.68万亿元。若按剪刀差贡献占比约70%啊，专项划出1.18万亿注入农村社保基金，按3%的年化收益计算，每年可新增354亿元用于农民养老金。这些国有资产中有相当部分正是通过剪刀差积累形成，将这部分的资产的收益返还农民，不是恩赐，而是债务偿还。也就是说啊，技术上完全可行。我记得这个社保基金的这个投资收益不是年化7%点几吗？年化7%点几，那就看你划转多少到社保基金去，然后它每年有7%的收益，拿7%的收益就可以覆盖，就可以支付，对吧？农民每月500块钱养老金，那个多出来那个钱就可以用这个钱去覆盖。2023年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占比9.6%，仍低于农村人口占比36%的合理水平。若将农业支出占比提升至15%，每年可新增财政投入5000亿元，足以弥补对农村养老、医疗等公共服务
短板，户籍制度改革也需加速推进。相比较而言啊，我觉得现在户籍制度倒是不是那么紧迫了，因为毕竟有很多这个农村地区的农民啊，他还不愿意放弃他那个农村户口，他认为农村户口还有什么相对的什么资源。文章的结尾说啊，他说偿还历史债务才能迈向真正共同富裕。当我们谈论共同富裕时，无法回避一个基本问题：如何偿还对农民的历史欠账？那些在饥荒中省下的口粮，在田埂上流下的汗水，在岁月里被遗忘的牺牲，不该只成为历史的注脚。农民的诉求从来不是特殊照顾，而是同等权利。正如他们当年用粮食支援工业，用劳动建设国家时，从未要求特殊对待，只是默默承担了时代赋予的重担。一个忘记农民贡献的国家，难以真正走向公平与正义啊！一个亏待农民的时代，需要用制度性的公平来完成救赎，让那些曾饿肚子支援国家的农民在晚年有一份体面的养老金，让那些用剪刀差喂养工业化的乡村能平等分享发展成果。这不是恩赐，而是一个民族对历史诚实面对。大家还记得那个前港交所的总裁李小加，对吧？他在那个新加坡一个论坛上说了，那意思是跟这个文章的意思差不多，就是要对农民，对吧，这个欠账进行补偿，这个关系到一个国家的未来。我们在以前节目也介绍了，实际上这是对农民的亏欠，欠账要还呢。那这个兰州城市学院特聘教授的这个文章，他指出啊，他说中国发展仍然处在农村支援城市的阶段，也就是我们现在已经在搞人工智能，对吧？算力、新能源、各种高科技，但是这位教授却说啊，我们现在还是处在农村支援城市的这么一个阶段。他这文章这么说啊，他说这个犹如工农产品交换是最基本的经济产品交换，城乡循环是国内最基本的经济循环。他说所以啊，在内循环为主的前提下，国家经济发展本质还是农村支援城市，不是城市支援农村。这个如果大家理解不了的话，我们就看现象。第一个现象就是家电下乡，往往这个家电，对吧，产能饱和，家电消化不了的时候送到乡下去。那为什么要送到乡下去呢？大家琢磨琢磨，你把家电送到美国，那特朗普要加税，所以你这么一想就明白了啊。第二个，你看新能源汽车卖不掉，下乡，甚至啊城里的房子卖不掉，对吧？专家就说了，我们还有这么多农民要进城，还得靠农民。你这么一看的话，发现这专家说啊，国家经济发展本质还是农村支援城市，好像不是胡编的，对吧？有一定道理啊。改革开放前啊，中国发展是农村支援城市，靠农村支援支撑了国家城市和工业的发展。刚才文章说过了啊，这个国家通过人民公社、统购统销、农产品剪刀差、户籍制度等手段，最大限度提取农业剩余，对吧？这个按照这马克思的《资本论》是吧，应该是叫最大限度榨取，或者叫剥削，或者叫盘剥。他这个说的叫提取农业剩余，发展工业，发展城市，而且城市有困难，找农村解决，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解决城市就业难等。这是改革开放前啊。那改革开放后呢？中国的发展深层还是农村支援城市的结果，农村支援廉价土地、廉价劳动力、廉价农产品，同时农民又用自己的收入购买城市的房子，推动城市化。中国城市化的扩张背后，农村的贡献很大。另外，原来的计划经济，农产品价格由国家控制，但是现在是市场经济啊，那你农村的资源还是国家控制，对吧？你农民的这个宅基地，农民那些这个耕地，对吧？被征收，给你多少钱都不是你农民说了算，这不就是计划经济吗？城市产品通过市场交换赚了农村人的10块钱，然后返还农村人2元，这种方式本质还是农村支援城市，对吧？你从农村里搞一块宅基地啊，然后把它复垦变成耕地，然后你在这个城市郊区或者城市里面就可以划一块耕地啊，把它变成住宅用地。你看这样的话，你耕地没有变化，就是耕地的这个数量啊没有变化，但是你凭空多了一块宅基地，这个住宅用地出来。 A 地的宅基地变成 B 地方的这个住宅用地，但是 B 地方的这个住宅用地它一拍卖恐怕都是多少亿，但是它从 A 地这个宅基地它只给你补偿5万块，那这中间的剪刀差去哪儿了？所以你看现在还是农村支援城市啊，这么说没错啊。
他说，在小农经济环境下，面对大工业、大市场冲击，必然导致大面积农村贫困问题。由于内循环主要是城乡循环，在农村大面积贫困的情况下，最终导致城市出现大面积贫困人口，最终发展陷入陷阱。我觉得他这个文章啊，从另外一个视角给我们一些新的启发，也就是农村太穷，然后你这个时候要搞内循环的时候，农村虽然穷，但是它的工业品它要啊，化肥它总得要吧，然后这个冰箱、洗衣机它也得要啊，这个路由器它也得买呀，所以他们只能勒紧裤腰带去买这东西，而这个利润又回流到城市，农村就更穷。所以这么下去的话，最后农村就变成返贫，贫困人口越来越多，农村的贫困人口越来越多，就是内循环受阻，进而导致城里面的这些对吧产品啊过剩，一样的也卖不掉，一样的会增加贫困人口。也就是说，这个城乡差别太大啊，导致内循环会出问题。那如何预防落入这个陷阱？关键是城市化要适度，其中农村要大，城市要强。实际上应该说让农民收入要提高。他说，城市强主要是对外竞争力要强，城市产品要有大量的出口，这样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可以城市反哺农村，带动农村发展。最终随城市对国外竞争力的不断提升，带动农村逐步发展，逐步提高城市化水平。这个就相当于长三角、珠三角，对吧？这个发展情况，由于这个出口带动当地的经济发展，当地经济发展，这农村也就发展了。文章最后说啊，只有在外循环为主的情况下，城市才可以考虑大的问题，国家才可以考虑城市真正反哺农村的问题。而在内循环为主的情况下，国家发展本质仍然处在农村支援城市的阶段。目前我国经济由于仍然处在内循环为主的阶段，所以我国发展仍然处在农村支援城市的阶段。这是残酷的现实啊！通过这个2篇文章啊，我们大概了解啊，也就是说，以往我们总是认为农村只是苦一点，对吧？农民待遇只是差一点。那现在呼吁，对吧？给农民这个一个叫解决欠账或者叫补偿，以为这样啊，只是解决农民的这个养老，对吧？这是只是对农民有利，实际上还不是。你通过这个最后一篇文章啊，你农村地区要落后，农村地区如果这个过于贫穷啊，那实际上还是在这个，就是农村地区目前还是在支援城市，因为它变成一个大市场，消化这个农村城里面的这些过剩产品，反过来又向这个城市啊提供廉价的生产资料，也还是这么一个玩法。那如果说你不解决这些农村养老问题，如果你不能让农民啊进一步富裕，那最后你这个内循环会出大问题，循环出来的人越来越穷。对吧？农村没什么产入，没什么产出啊，然后他还不停的向城市输送利润呢，那不就越来越穷吗？所以说啊，这个正视农村问题啊，事关未来的发展。也就是说啊，它不仅事关公平啊，它更事关这个发展。好，这期节目啊，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